光云，苗栗同路人。我是一个流浪的行人，一下落腳在台中，是客家的詩人、作家，現代詩啦、散文、小說都有寫。日頭做嘅餅誒，生嚟日光都好食，為存日頭嘅人口，賣羊餅嘅人，排到像陽亮暗藏。約場國際交流，古人、烹人、黃種人，佢哋講話我聽唔識，音樂啷啷滾，大家牽手向下跳舞，文學館係我師傅誒，流傳係我滅盤，台中係太重嘅畫圖紙，包山包海。還有沖天閣嘅大樓，梅花開嘅時節，年貨大街鬧熱漸漸的，像阿妹行走下，天宮拿起畫圖餅，畫出日頭餅嘅故鄉。耶穌詩係寫講，我也下係啲台中市，就像一種畫圖紙咁樣。包山包海，就像係阿妹嘅做客咁樣，親切又熟絡的麼？行過就會了解台中一隻都市嘅文化特色。